好似我以前咁，淨係掛住工作，冇工作就好似覺得冇咗人生咁。但係而家我慢慢就會學曉去改變。有時我自己要求到自己，我都怕咗我自己。咁嘅地方響景好，唔係你 keep 咁簡單，退化咗啦都呢個係事實，冇得改變。今日香港係下雨天啦。廣州南鐵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車上Hello，今日下雨天，有啲雨濕晒對腳，好在我準備咗後備嘅襪啫。第7次啦，好快。第6次我走上城門谷嗰度練習。今日繼續上常規練習啦，冇乜特別嘅，或者有啲特別嘅嘢想處理，而係照常規將自己再改善咯，咁樣咯，睇一睇自己嘅狀態啦。其實我而家覺得係越嚟越穩定得好好嘅，但係咧都係需要時間啦。咁可以再固定呢度啦。咁我眼睛咧都固定緊呢個狀態。咁佢有啲新發展嘅，但係都係自己嘅理想咯。盡量放鬆嘅人咧就會好啲。同埋本身我自己都係要求自己，成日都要求自己好高嘅。而家其實改咗呢個習慣，有時我自己要求到自己，我都怕咗我自己。咁咧，所以慢慢學下去改變，即係你本身嘅性格係咁啊嘛，唔會話改變1年2年就突然間將你過往性格改晒。慢慢如何放下，慢慢放下落翻嚟，落下，跟住你都要學嘅。1年2年其實都花嘅時間好長，長到我已經長達係由00幾年已經開始，慢慢因為好多受傷00幾年。跟住如是者，跟住個身體好多信息話俾你聽，你開始有啲地方響警號，唔係你 keep 咁簡單，去點樣去回復翻？唔好再惡化，或者受過傷，或者隨住年紀大，有啲地方退化咗啦，都呢個係事實，冇得改變。咁所以咧，好多問題陸續要你去改，你先要改你嘅性格，你要變得有耐性咯。咁我不嬲對受傷我都算幾有耐性，因為我知道冇得急，但係你喺個過程裏面。其實係急咗，你都唔知咯。有時啲嘢係會，總之係經歷有話俾你聽，你應該要點嘅。你自己覺得唔急嘅嘢，其實已經係可能好催促。咁啊，舊年又有加埋腳又受傷啊。咁原本舊年年頭咧應該再講係23年年尾度咧，我係好啲嘅。但係接咗個工作咧，嗰個工作嘅壓力都幾大。雖然佢只係維持咗成個月，但係嗰個月我好 test。咁我隻眼咧就嗰個肌肉又再翻嚟啦，又再抽搐。原本我又維持咗成半年係冇再有事，咁所以咧我經過最近我又睇到好多片講關於呢種嘅手術。我睇完個手術，雖然佢話微創，但係我都好驚咯，我係驚咯，唔係啲人講話微創好簡單，但係我自己都係處於一個恐懼嘅感覺。咁咧同埋我曾經真係去停過，唔再有翻法啊嘛，咁即係我覺得真係可以自己控制到啦。咁當然我聽到好多咧，其實一啲初步啲嘅咧，佢係可以控制到。我自己想再放多少時間，我唔去到逼於無奈，我都唔會考慮手術呢一樣嘢啦。咁啊，仲有其實其他一啲方法，嗰啲方法都係唔長遠。雖然我呢個方法都好似靠自己未必好長遠，但係我驚，所以再放多少時間睇下鍛鍊得自己再好啲，再改下自己練習嘅方向，時間落去多啲，唔好放咁多壓力俾自己，睇下可唔可以有個改善。成日都話久病成醫，咁我自己咧個身體上咧真係好多唔同嘅問題，咁自己係咁啊嘛，咁所以咪要慢慢改自己改善咯，就係咁。咁一陣間咧，我好想練對腳啦，我想穩定條腰再都開始啦，12點半。同埋一陣間我約咗 Linda，佢想同我出去行下街。雖然落緊雨，佢都話想出嚟行街，咁我話好啦，出嚟行街，跟住飲個下午茶啦，唔好淨係掛住工作啊，唔好似我以前咁淨係掛住工作，冇工作就好似覺得連玩我都唔想嘅以前。咁我覺得好似冇工作就冇咗人生咁，但係而家我慢慢就會學曉去改變。我唔會將工作淨係放喺第一，咁夠我基本生活開支我就算數㗎啦，唔好貪心就係咁咯。將來就有機會可以發揮我自己喺舞蹈上得嚟嘅知識啊，或者過去呢段時間嘅知識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咁樣咯。咁可以希望個個都身體健康啦。好啦，我要開始啦。
啲力傳翻到去手指頭，會壓到咧你過一課咪啲力停喺下邊，你要上到嚟，咁一個互相對行，即係互相去呼應嘅動作。下壓呢一個力咧好犀利，咁我唔想揀咧整傷個手腕，你要做下停下，做下停下，咁個感覺就會好好多。哇！要慢慢去加強，花多少少時間去同佢平衡翻件事，咁就得㗎啦。咁樣鍛鍊推翻佢出去使用咧，就已經爭好遠，所以你見到個肩膊咧，而家係真係靚好多。但係都我唔想用太猛嘅力，我想用慢慢嘅呼吸。你見到嗰啲筋咧都爆出嚟咧，其實咧對我嚟講，其實係一件係好事。佢好個床喺裏面揦住，佢而家出到嚟咧，慢慢褪翻佢出嚟咧，谷住啲筋谷得咁緊要。我之前咧練得力多得滯咧，我個額頭呢條筋咧都走出嚟，就係因為谷住咗喺度，因為啲力唔夠放出嚟。咁始終都係嗰句啦，跳舞唔夠多，咁同埋以前係一個唔夠靚嘅位去跳出嚟嘅效果都唔好。咁好多嘢就係咁噶啦。而家我其實我都幾滿意個膊頭呢個位，我係出到嚟。或者我特登令佢 over， 不過唔好心急 ，over 喺啲手指嘅位置，就自然就會靚翻噶啦。而家食北京不過2點20分啊！咁我仲有10分鐘嘅時間同大家 say 咗個拜拜先啦。咁今年而家係2月嘅12號啦，星期3，聽日假課後情人節啦，拜拜。